来看汤圆，昨有一个查甫人食酒醉，煞是夹罗奶肉去伫公车顶头，佮甲这司机咧乌白嚷。好佳在警察是告状来甲伊压制，也抓起来移送法办。车门拍开，乘客咧落车，啉酒醉的姓张查甫人，当硬硬要挤起伫公车，摕一支大型的罗奶肉叶，一直对司机大声喊，车顶乘客惊到要害。代志发生伫初一暗晚6点。万寿路二段孤山派出所斜对面的公车站，司机真冷静，一面打电话报警，一面安打查甫人的情绪，引导伊落车。当然啦，谁都会害怕。如果真的拿武器的话，一定会闪开嘛。警方接报赶去现场，先甲徛伫公车站牌前的姓张查甫人对立，最后顺利将伊压制逮捕。查扣大型罗奶肉一支。专案以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移送法办。张姓男子酒后上客运公车，拿出预藏的大型螺丝起子挥舞，并对司机不断咆哮，造成车上乘客及司机心生畏惧。针对孤山站牌啉酒醉的乘客就请举武器威胁驾驶一案，汤圆客运书面回应，驾驶员随报警处理甲真好势，无造成任何人员受伤。公司会依规定表扬奖励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